大家好，我係杜文步。今日2026年嘅4月22號啊，咁我哋呢兩日睇新聞咧，就睇到啊，港大深圳醫院又爆發事故啦。機械人咧切腫瘤不徹底，致病患18日後咧要2度手術。咁我哋睇到個封面圖啦啊，咁就係咧港大醫院咧用機械人為呢個嘅患癌症嘅丈夫切腫瘤不徹底啊，咁啊導致咧再次開刀，最終咧病人死亡啊！咁我哋睇下呢單新聞嘅詳細內容啦。嗱，呢度睇到大象新聞報導啊，雷先生嘅妻子鄭女士回憶，丈夫喺2021年嘅時候啊，體檢發現咧呢個肝臟結節，隨後喺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咧確診為惡性腫瘤。咁啊，當時醫院肝膽胰外科嘅幾醫生咧極力推薦就係腫瘤手術可以通過達芬奇嘅機械人輔助完成，並且強調用機械人做手術定位非常之準確，係最大嘅優勢。咁啊，因此咧就喺2021年5月6號啊，咁啊雷先生咧就被推入手術室啦。手術最後耗時長達5個鐘啊！手術名稱就係機械人輔助肝 S5 替形切除同埋膽囊切除術。咁啊，手術結束之後咧，醫護人員話手術好成功。術後咧留院觀察4日，咁啊雷先生就出咗院啦。咁但係冇諗到咧，就係5月18號，雷先生再次入翻醫院睇啊，被查出肝臟呢個切除後改變咧，局部就有呢個嘅積液啊，肝周咧少量積液，右側腹部皮下水腫啊。5月24號咧，雷生就進行第2次手術啊。咁啊呢個次就冇機械人輔助，跟住佢又出院啦。咁但係咧呢次手術冇幫助雷先生控制病情啊。後來佢多次喺呢個港大深圳醫院治療啊，咁啊去到2023年嘅12月27號，咁啊雷先生咧就喺深圳市第2人民醫院去世，時年67歲啊。咁佢嘅老婆咧鄭女士咧就表示啊，咁啊家人咧借咗好多錢啦，跟住喺港大做手術啊。咁但係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咧就極力撇清個責任啊。咁啊院方就辯稱診斷正確，手術操作無誤啊。咁啊指第一次未能完全切除腫瘤係病患自身嘅特點導致嘅。咁但係咧，即係雷先生向深圳市檢委反映咗之後，2025年嘅11月3號啊，咁啊深圳市嘅市檢委委託廣東省醫學會對此事作出醫療事故鑑定。咁啊鑑定組一致認為咧，院方存在2大過失。咁啊第一次咧就係用機械人輔助臂嗰陣時咧未能定位啊，咁啊有偏差啦，咁啊導致未及時發現呢個腫瘤遺漏。咁啊搞到咧患者就18日後進行第2次嘅手術啊。咁啊第二咧就係患者手術病理已經提示有高度復發風險，咁啊院方卻未有及於明確嘅輔助醫療建議啊，僅隨便交代1個月後嚟門診覆診啊，咁啊意見過於簡單。咁啊最後咧結論稱雷先生嘅呢個醫療事故咧就為4級啊，咁啊醫方承擔主要嘅責任，醫方即係港大深圳醫院嘅事故啊。咁我哋睇完呢單新聞之後咧，先睇一睇我最近咧就係有一啲嘅Patreon嘅文章啊。咁我就喺3月9號咧曾經出過一個高級會員嘅買貨通知啊。咁啊當時咧我就加倉咗一隻 ETF 啦。我美股咧買咗 IBKR 啊，咁啊當時我嘅買入價係64.5啊，今日價即係4月20號咧，咁啊已經升到81.7啊，升幅達到咧短短30-40日咧去到26% 咁多啊。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咧，我仲有啲咩嘅買賣股票咧，咁啊睇翻我高級會員通知啊。好啦。咁我哋除咗頭先嗰單新聞之後咧，再睇一單呢個港大深圳醫院嘅事故新聞啦。啊，咁啊當時咧就係一個婦人咧切除咗胰臟之後死亡啦。咁啊但係咧揭露咗就佢本身冇腫瘤㗎。咁啊家屬咧就追究醫生嗰個刑事責任。咁當時呢單新聞咧就喺
2018年咧，港大深圳醫院咧，咁就係有個叫張玉華嘅女病人啊，俾誤會為有胰腺癌，咁喺留院期間咧進行咗呢個胰腺切除同埋脾臟切除手術，咁啊最後手術之後3個幾月咧，因為肝衰竭而死亡啊。咁啊家屬查看佢嘅病歷嘅時候，發現死者竟然冇戶外癌，咁啊於是咧就係告呢個港大深圳醫院啊。咁啊，法院喺2023年嘅時候判醫院咧就賠翻62萬啊。咁啊，不過咧死者家人仍然不滿，於是咧就向呢個涉事醫生追究刑事責任。咁我哋睇到咧，其實港大深圳醫院咧，其實啊，咁啊短短幾年咧就發生咗即係幾次嘅醫療事故。咁我之前咧就喺呢個嘅page 嗰個 YouTube 啊，曾經介紹咗港大深圳醫院嗰個收費啊。咁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覺得，即係港大深圳醫院嗰個收費咧就比較貴啲啊。咁啊，大家睇到咧，佢專科門診嘅收費咧就係人民幣100蚊啊，一個人一次。咁其他嘅醫療費用包括咗醫療嘅服務啊、藥品啊、一次性嘅醫用耗材同埋器械另行收取啊。咁但係咧，大家睇到同其他嘅3甲醫院比較啊，咁我哋就以呢個深圳南山醫院掛號費啊做比較啦。嗱，人哋咧嗰個普通掛號費咧25至到50蚊啦，專家門診50至到100蚊啊。咁而呢個嘅港大深圳醫院咧就係100蚊，冇得講㗎啊。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睇嘅經驗咧，就係港大深圳醫院咧嗰個嘅收費咧，尤其掛號費係真係貴過其他3甲醫院啊。咁我唔明佢點解即係可以掛住香港大學嘅名銜咧，就係收到咁貴咧，抑或佢嘅醫術特別好咧？嗱，以我自己嘅經驗嚟睇啊，咁我就覺得港大深圳醫院咧，其實嗰個醫療嘅水平同其他嘅深圳嘅3甲醫院相差無幾啊。咁啊，另外咧就係大家如果觀眾咧，如果你係有喺港大深圳醫院啊睇過病，你可以講下自己嘅經歷啊。即係如果比起佢個掛號費100蚊，咁啊到底值唔值咧？係咪淨係掛住個港大嘅明星啊？咁啊而達唔到呢個嘅港大嘅水準咧？咁啊呢點咧就係希望大家可以喺評論區留言啊。咁啊，另外咧就大家唔好唔記得去睇我嘅 Patreon 啦，最近發表咗好多嘅文章啊。咁啊，亦都咧可以睇翻我之前嗰條片啊，就係喺YouTube 嘅。咁啊，大家有啲咩問題咧，歡迎留言啦。最後做翻個免責聲明啊。咁啊，以上嘅內容全部出自網絡啊。咁啊，大家就以自己個經歷為主，可以發表評論。我哋下次見，拜拜。